追星追到登機廊橋，仲要俾人歧視？事發喺7月29號晚，曼谷素萬那普機場，一班前往北京嘅航班起飛之前拒絕22個中國乘客登機。據機場方面表示，一批中國粉絲尾隨同機嘅一個中國藝人，先後進入貴賓室、候機室、候機區域同埋登機閘口。由於班粉絲冇使用貴賓室嘅資格，職員曾經要求佢哋離開，但係相關人士其後繼續尾隨進入，並且一路跟到去登機廊橋。部分乘客亦都被指拒絕配合查驗登機文件。航空公司一度關閉機艙門，以防未完成登記嘅人入機艙。由於涉事嘅22位粉絲屢次違反安全規定，最終被拒絕登機，航班亦都因此延誤。網上片段顯示，喺同乘客交涉期間，一個機場保安向中國乘客作出拉扯眼角嘅動作，被指帶有歧視意味。事件迅速引發爭議。素萬那普機場其後承認涉事嘅保安言行不符合服務標準，已就事件正式道歉，並且對相關人員作出懲處。